新團委吸得到到5倍城市頻道，現在是5夢窗報告新聞。公營事業局將研究到本地興建對立咗海水大會場嘅可行性。公營事業局嘛，這項可行性研究預計需要10個月嘅時間完成，包括制定新嘅海水大會場嘅5檔嘅設計選項，評估技術可行性以及擬議嘅設計到經濟上是否可行。我國第一個月嘅製造業所得連續3個月出的增長，年比擴張 14.3%。經濟發展局公布嘅數據顯示，不包括生活委用業道內，第一個月嘅所得增長 4.6%。經過可再生調整之後，第一個月嘅製造業所得環比率萎縮 10.5%， 不包括生活委用業道內萎縮幅度達到 5.5%。到烏蘭加國衝突之中，到底一名流亡死亡嘅57歲男子，被警方帶回案發現場協助定住案情。亦在被控蓄意動傷他人罪名嘅被告廖英彩，昨日由掛名警官押到現場，到歷史電話證嘅過程之中，以不時回答挑戰難忘嘅問題，協助定住案情。警方將會突擊行動，逮捕6名涉及詐騙案嘅嫌犯，另外13人因為涉嫌衝動錢路，交落協助調查。問交打，警方相信伊能涉及至少45起詐騙案，受害人損失嘅金額超過40萬6,800元。馬來西亞再受上那日被控挪用1萬發展公司資金嘅25項罪名，全部成立。高庭判以監禁165年，加罰款超過113億ringgit，或者是大約相當於36億新元。法官針對4項濫權罪，判處那日每一項控證監禁15年，另外加罰款21項所指罪，判處各項控證監禁5年，監禁刑期下改是165年，但是監禁嘅刑罰或者同步執行，就是那日只需要服刑15年。那日嘅投票律師沙會議加查之罪表示，將會針對判決提出上訴。泰國首相阿諾廷達國防部長納特蓬今日將參與加港埔寨嘅會談，探討達成邊境停火嘅可能性。中國宣布制裁20個美國軍工相關企業及10名刀光人員，以回應美國對台灣嘅攻勢。中國大陸知道美國宣布向台灣出售總額111億美元嘅武器配套方案之後，採取制裁嘅行動。新聞報告完了。